Hello， 大家好，我係叉燒仔。隨住粵港澳大灣區嘅建設，近年嚟，港澳居民北上趨勢愈發明顯。其中，北上養老同埋北上購物已經成為咗社會關注嘅熱門話題。事實上，早喺2014年，香港特區政府就已經推出咗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而我新學嘅樂善堂就係香港首間合資格安排長者北上養老嘅社福機構。而長者北上養老有邊啲顧慮？讓我哋一齊嚟聽聽呢班老友佢哋點話啦。我自己 concern 嘅一樣嘢咧，就係變咗嗰邊，我哋如果係香港嘅親戚朋友要去探佢咧，呢個交通方面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即係要諗嘅一個嘢啦。因為唔似好似喺自己嘅本區院舍咁，我隨時可以去探佢。咁我知道佢哋嘅計劃咧係可以安排到同一間院舍。因為如果就算喺香港，我要去申請嘅時候呢，可能爸爸喺一間，媽媽喺另一間。咁但係如果我去北上嘅院舍呢，我可以申請嗰時候，我可以 group 埋一齊，佢哋兩個可以一齊同一間院舍。我認為可以接受。佢嗰個環境又幾好啊，就地方好大啦，同埋我都覺得好多人照顧我哋，好似見到都。而家香港亦都係排條隊好長。有啲即係急需要照顧嗰啲，都係要北上嘅。我見好多朋友都排5-6年起碼，咁好多都排唔到咁耐嘅。我暫時未申請到，因為可能未合資格。我諗遲啲會啦。據了解，為支持跨境養老，粵港兩地政府出提咗一系列嘅政策措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要求深化養老服務合作，為港澳居民喺廣東養老創造便利條件，並推進醫養結合，建設一批區域性嘅健康養老示範基地。咁而喺輪候冊上面咧，而家就大概應該有3萬人到啦。咁而喺入面咧，我哋就發現，如果係輪候我哋資助嘅院舍咧，最少都有2年嘅。咁其實喺入面咧，我哋就都知道嚟緊安老條例會修訂，其實大概會有7000嘅床位咧，係因為即係政府希望提供到比較優質嘅地方俾老友記啦。咁個床位係會少咗嘅。咁要應付呢7000床位嘅需要，加上輪候冊咧，咁所以我哋咧就樂善堂就同內地春宣貿就一齊合作。一齊去推動一個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啦。喺灣區養老究竟係啲咩體驗？叉燒仔跟長者一齊去體驗下啦。工聯會帶我哋嚟啦，好似翻到屋企咁樣。如果我以後喺度可以喺度做就好啦。7點鐘我哋就起身噶啦，咁樣7點半鐘就落去食早餐，食完早餐咧9點鐘到。就做運動，做嗰啲運動咧，我係非常之中意嘅。有輪椅運動啦，可以坐低啦；又有唔係輪椅嗰啲運動咧，反啲手腳啊，搖頭擺尾啊嗰啲，你喐下啲手腳啊咁樣樣係非常之好。我又準時落嚟做運動，咁樣變咗個體重咧減輕咗少少啊！我就覺得好開心啦。又乾淨，又冇蚊，差唔多都係種子啦。我就單身啦。我哋而家見到我哋呢度咧，就係我哋1樓嘅所有嘅功能區、活動區咧，都會聚集喺一個地方嘅。咁我哋當時咁樣嘅設計嘅一個初衷咧，就係等啲老人家感受到人氣，哪怕佢可能唔識打麻雀、唔識唱歌都好，咁佢只要聽到呢度有人氣，落嚟呢度坐埋一齊咁樣咧，都會 OK 嘅。就好似頭先我哋見到阿初姨嗰種狀態咧，佢係喺香港嗰邊自己住公屋嘅，佢自己睇病啦，照顧自己啦，咁樣呢種狀態嘅話咧，對於佢呢種年紀嘅長者嚟講咧，其實風險好大嘅。一嚟咧，佢獨居，咁咧佢發生咩事係冇人發現得到嘅，咩事都照顧唔到自己。第二個咧就係長者長期獨居嘅話咧，佢嘅腦部退化嘅概率同埋機率會增高，而且佢嚟咗呢度之後咧，咁我哋都帶咗佢去我哋呢度，即係喺廣州呢邊有合作嘅一個醫療長者醫療券一個嗰個中山醫院嗰個南沙個院區，咁嚟攞呢個好近，重新做一個身體嘅檢查，照咗 MR， 重新調整咗藥物咗之後咧，佢成個人嘅狀態係會比佢啱入院嘅時候，啱入院舍嘅時候咧，成個人嘅精神狀態同埋佢嘅焦慮程度咧係好大程度咁降低咗㗎。我哋呢度帶初姨去嗰邊做醫院做檢查嘅時候咧，咁可能就係使咗3日時間就搞掂咗，即係可能喺香港搞唔掂嘅呢個時間，可能佢排期排好耐，我哋呢度可能3日就搞掂啦。